包裝。三撐以色列，兌現盟友承諾以色列當伊朗係生存威脅。特朗普政府強調美國一定要保障以色列安全，唔可以俾伊朗有能力威脅佢哋。今次美以聯合行動使先怒火，表面就係聯手防禦。官方邏輯好簡單，伊朗搞核加撐武裝加針對以色列，等於一定要動武剷除威脅。但真相遠遠複雜得多，戰爭從來唔得一個理由，表面講正義，底下列實都係利益計算。我哋下集再同大家分析。